安那爱个分讲大还是细？这是介绍的关系。哦，介绍无共就无对啊。共，嘿，这无共。啊，这个分安尼就是这大粒的较好计，啊中的介绍，啊大的介绍，啊小的介绍安尼，分3种的介绍。啊，毋过敢会人拢买大的，无要买细？买哦，买哦，嘿，也是在人拣安尼。嘿，在人介意的，嘿，在人介意讲啊，我咧要买大粒的较好较水，吼，也是咧要对一份的对一种的介绍，安尼爱介意的人下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就是为阿嬷咧开始就咧种蒜头。系啊，啊，怎过来换囝婿落去种啊？我足想要搁种呢，看人咧卖吼，卖着安尼欢喜啊吼。迄日间早囝讲，我嘛想要搁来种呢，伊讲卖啦，老啊，辛苦啊，老啊啦，卖搁种落啊啦。我感觉我就配合伊，为啥？伊做代志嘛，就是做足久诶。我就想讲，遮尔热的天，伊是安怎会伫咧外口遮尔啊久，拢袂热吗？这是我的阿嬷，阿嬷，你的代志名叫啥物？我的名做本名做陈阿春，较早我爸父的陈阿春。阿嬷，我甲你斗3工，你敢会欢喜？哦，足欢喜的，阿嬷足欢喜，恁甲我斗做。